求求你饶了我的女儿吧！哼，张大爷，求求你饶了我的女儿吧！女儿！大爷，那小女子她怎么样？她已经死了。为父是。嘿，大爷，你看那边来了一男一女。哦，你快，走！哈哈哈！走，慢啊！来。你怎么不长眼，走路上到我的身上来了？分明是你上了我啊！呸！糟当你！玩不下去。这位仁兄，实在小姐鲁莽无因，委屈停止不饶，得罪仁兄万望死噻！区区小事不必挂意啊！宽仁兄风尘不薄，两日外相到此真是。请教仁兄真姓大名，哪里人士？沈兄，小生名唤吴文书，住在家乡在上州。沈兄来到偏乡，与我为伴。所见天
兄。人翁不想你，绿蝶小憩无苦惧。子女之情我怪不尽，这要虑子女心灵神。既是神兄不愿死在我家，若是也不勉强。这是神兄所带女眷，还需照顾亲人的客店才是啊！大爷，东街又是我养老，客房宽敞干净，乃是海人第一等亲人客店，都是十分相当。我养老，对，在这海的地方，城里城外大大小小的客店，使人清静安适，使人我养老再无第二家了。又是两位神兄带路。张神翁四次关切，文秀恭敬，不是送命。娘子快来！官人，客店可是稳妥了？稳妥了。神兄，这位便是真少了。真是如今，娘子，这位便是热心好义的张神翁。神嫂，请来见礼。不管万里。看天色不早，我们还是走吧。娘子，张神翁言道这海人人来亲人客店，收台东街我养老，令我前去投诉是何？娘子不必多虑，放心就是。此次就一官人神兄人少，这相请。张神翁请。官人，娘子，你路途辛苦，应该好好养息几日，千万不要为我再操累了。官人，你用功读书，为其尽心照料，乃是文来之事。我在旅店住了几日，我的身体已经康复。我们明日就可上路了。明日就可以上路。是啊，考期不远，你我还需接早观望进度。官人，你快用了这杯香茗。四次有了，娘子。
文秀无影配来，你本名门千金女，我是穷途莫怕神。某代领上神花人，想不到爹爹无曾也事情，曾家贵要比我江中胸怀红肚子领，仰慕今生托终身，都是因我得福喜良缘，有朝一日无去定我定要走出朝纲4千里，到那时生源先报父仇，来了，有何见教？胡公子，我家大爷白天相亲，请胡公子姑父赴宴。哎呀，这个胡公子，我家大爷说请了几次你都不肯赏脸，上再不去就是看不起他了。哎呀，小生正官实是不为应州。不为应州，你就少饮几杯，与我家大爷谈谈问，细细事，有不可啊！哎呀，胡公子此送名就是。怪然，上一道武功不走路，女长堂乃是萍水相逢，我看还是不去饮酒的好。娘子，想那长堂虽是萍水之交，连日来虚幻温暖，深情可贵。何况我们明日要离开海宁，明日
也该去向他道谢辞迎。此次官人就要受迎，不须早去早回。我区区就为娘子放心。莫公子，请啊，请。谁呀？是店小二。请进来。我娘子等来了。月老殿下。我娘子，何公子到张大爷府上去了。是啊，方才张府官家前来相亲，我官人无法太子公儿去了。你们与张大爷是私交？不是的，我们初到黑宁之人，在大街上认识的。这里面一定有名堂。殿下，我娘子，你们准备这一几天呐？我们明日就走。对，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啊，有道是谁家钱不好，出门凡事难。这一举一动总要小心。为啥啊？殿下，我娘子，我走了，有事只管叫我。殿下，我官人迷位，请你且慢拴上殿门。是。永州官在我本身，悄悄来到我阳楼，留下此痕字。娘子开门，娘子开门来。是官人回来了。官人，怎么是你？小娘子不要害怕，是区区我啊，夜半三跟你真苦到此，小娘子。
开局的邪火，我看你到底是我的手掌。看你逃得出我的手掌！火公子有何吩咐？哦，原来是张大爷。张大爷啊，你夜半三更到我杨楼来，怎么也不吩咐一声呢？我来问你。你可是看见死在这里面的小娘子？小娘子，张大爷，你夜半三更到我杨楼来找小娘子？何事啊？这，你我滚死！对了，你来做什么？滚！大爷，我叫天子儿管罪了。大爷，请你妈跪服！那小娘子已经逃走了，还不如我把她摘了回来。是，慢。今夜好事不成，那何文秀醒来是何法了？大爷，两小非君子，夫多不杀父，不是把何文秀。我来问你。何
我奉寿9岁之后是睡在他身边的时候。哦，小丫头，没戏，没戏呀！来。与娘子。
我从天降。梦里月夜，梦里月夜，情大人真早真不把找你，找我在电药房等你。不去，大嫂，丈夫的人我们可得罪不起呀。吴文雪，你就不要再叫了。你可知道，王大嫂她刚死了儿子，我啥是有冤呐？吴文雪，牧羊路的店小二是我知交，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不知母亲忘了你，他颜色何处？我一定设法让你们夫妻见上一面。哦，那他颜在哪里？大嫂，你去吧。何文旭，这酒菜你快去了吧。大嫂，
少内不可多得，你快去了吧。大嫂，这就在从何来？这大嫂，就在，莫非想法已经批下，我明日就要出师发场了。官娘子，官人，娘子，官人。望我送天家，官人啊，苦叹你我太善良，看不透张堂成年手心啊上。那一层你受骗张家去赴宴，十张堂一半三更进殿门，夫人心怀恩，定是他十几夫梦冤枉啊！下月来，我出江自小当凤凰，十张堂都是熟悉恨日郎。官人啊，我要到阜阳去告原厂。娘子，上当见长修的样吧，你若是抛头露面去行人，只怕是养落虎口女人嘛。
送新郎。赠送街上，生下儿女好无恙，啥能够扶贫扶灾长人人，要叫他两代生存不能忘。时不早了，你快走吧。你好好保重，我定要为你生哟。娘子，你千万不可落到阴司啊！你快走吧，走吧。娘子，乖着，娘子。生离死别月台闻，相逢自在梦山尽。七心，且慢，当机立断自警惕。或许我来问你，你张涛枉吹吹，不对，情之有用，不用，你们真为相称，黑泥路上必虽相逢，苦于虚话，句句热议。好，我对你实讲了吧。方才张堂命官家送来封银20两，是你杀他爱妻不公对天，命我将这酒菜悄悄送出牢中，将你毒死。好色子，你修金堂莫担心，黄德不杀
不平。那张堂上天理，情不用就是实教子也不没良心。总算是言言月月无理平，老坏我也要救你去逃生。你是什么？等到夜深人静，我才杀把救你逃出了去。有这无人大叔何以复明了？我是有旨意。我儿王昌今日平时尚未成立，等到夜深人静，我再将我儿尸体悄悄送出牢中，将你顶替。死人之后，我速去禀报，就说我文秀七名身亡，此人对先是有葬堂担待。大嫂死死人中，文秀定当夜晚接朝下。从今之后，你改名王昌。王昌哦，这里有本银20两，你带在身上。出狱之后，你千万小心，稍后谁有出头之策，也不枉我进城救你。仔细，是子，礼部山上是孩儿一下母女生啊两个。
晓得杨妈妈谁是我？哎呀，搿辰光发早也好上市开张噻，定金啊，哎呀定金哎呀，搿事我对啦，刚刚才起床，也不晓得来帮帮我个忙。妈，你看，人家在用功你哦，妈，你不是上山？阿暖啊，这一年我要尽力苦练。什么事呀？再说今天又上我9日。哎呀，我都来忘记在啦。好，阿暖又出三个，那就出息嘛。阿囡啊，俺练过一颗手好在，好点本领啦，为的是帮身。妈不要侬去包马卖家，俺开支茶馆嘛，总是做生意要紧。晓得，晓得就好啦。哎呦，玩笑啥嘞？妈已经把炉子都烧起来在，赶快手的典当，准备开始。要吗？哎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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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阿诺哪个啦？管托死啦！杨妈妈，哎呀，侬的失误对啦！杨妈妈，杨妈妈，我们先帮你打扫点头，谁再练功好吗？好，跟俺手一道啊，手的点头。好。毕竟我岂能再把花看尽啊！妈妈，你快点我多上一多吧！姑娘，出了什么事啊？那张当要抢我！张当又要抢神！好，你先躲在这上陪中，不要出声，有声音害他没进去。方才明明看到王雷的踪迹，谁知来到这三岔路口，却不见了。想那王兰英听说前往杭州高上，不知这条路他又往哪里去呢？大爷，快进去查问。是。老汉姆，快来见过我家大爷！哎呦，搿今朝啦，一定是东南西北搿短个刮风啦。那个把张大爷都刮到俺小店来在。哎，张大爷呀，俺搿班点水小个树道又发烧啦。那有铜锭笔录，西湖龙井，黄山毛峰，云南点红，晚会大红包，福建铁观音，红如浓露如青，马里花如香喷喷。不晓得张大爷啊，侬要吃啥个啥啊？啥路数？谁要和你的啥？哎呀，张大爷呀，搿俺搿里是茶馆呀，搿张大爷侬不吃茶到俺茶馆里来做啥嘞？这，老汉姆，我家大爷有话问你。哦，我来问你，你可曾看见一个身背包袱的小娘子？哦，一个身背包袱的小娘子啊？对，搿伊长得来是不高也不矮，对，不瘦也不胖，对，还长得来是交关个漂亮，对。哎，张大爷呀，搿侬在人家姑娘做啥？这
他是我府中衙官，偷了金银之宝，险到出外。哦，哎呀，张大爷呀，搿侬啊是来日也不在。此话怎讲？那姑娘放在金德店里，讨子一杯茶，就急急忙忙向东面小路去在啦。此话当真？真啊，果然。哦，张大爷侬不相信啊？哎，跟我又何必多管闲事呢？大爷，是。我明白在，张大爷一定是怀疑个小娘子上了我个店里。好，上得那不放心，定金啊，拿统统出来，让张大爷收店。是。大爷，那何文秀他怎么样？他已经死了。大爷，往来一贼，称好，大为夫臣。是。慢，这姑娘不是那夫上我后头，不准打走。怎么？你关起我张大爷的事来了？侬来了外头荒淫霸道，我无法管教。今天光天化日之下，来了我茶馆里强抢民女，杨妈妈我是非管不可。你管天管地，我管不了我害人张当张大爷。带走。是。杨妈妈我姓冯，呸！多谢诸位救命之恩。姑娘，侬哪个会落到张堂的手里呢？妈妈呀！往来人财富因私到京都，才知道如果害人遇到我啊，十张堂十几满几岳父，想不到官人我愿穿是好命苦啊。姑娘嘛，侬要到啥个地方去呀？我官人传世，我要去寻找我那官人的尸体。哎呀，姑娘啊，侬领定孤单多一个，这害人神的两神术，须防张当心不死，再老虎口真难活。救人总要救到底。哎呀，可惜啦，是可惜啦。可惜什么？可惜我遇他。非亲非戚又非呀姑，啥时转上半点情啊？我名正言顺也好出头来想说。这是你母身上啊，孙女儿一把。好，今朝啊，我算收
女儿啦，宋金玉啊，侬是死了我的屋里向，有啥个风吹草动，一切都由妈妈承担啊！多谢你呀！哎，定金啊，还不快请我姐姐啊！姐姐，能多谢吧，多谢妈妈。快快交出美娇娘，地头上人面遭殃。大叫人有那个头？杨妈妈，张太医，要求我小出声。开口莫弄杀张堂，不由爹娘来教养。杨妈妈今朝要来教训侬，侬两只耳朵拉拉上。张家祖宗上应得，养了侬个头上上场，绝对留侬个小草上。枉有一副人面像侬是浪费黑心狗大堂，恶怪莫因上天亮，话是做心血脚板成人都有一本章。不要看侬神气象，侬兔子尾巴不为上。不要看侬摇摆硬，侬骨头眼里为上苍。不要看侬富人官，杨妈妈我专有人来教阿娘。哪怕侬王英霸道偷鸡莫敢强抢，民女障碍无辜抢出了手把转两点闹得凶。到头来千刀万剐报岁月，抽筋不必神欢唱，电要撇泪要红，叫侬出上千年王侬母好了吧？那个头与我打！我明朝再派人来。那个头吃住啊！妈，上官当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阿诺啊，不要担心哦。你母都怪女儿一人连累你母一家教女儿。哎呀，阿诺啊，不怪侬，我都是正当个害人精啦。我再想想办法，再想想办法。杨妈妈，正当被当，岂肯关心？看来你们在此也不得外人，还是搬到我家附近，距离上远。距离上远，距离上远。王差上京人，赴考得中第三名。奉旨寻爱到海宁，为我四方查明经。要放张荡在湖镇，再放无情。
黄兰影，但愿得为乃夫妻同相遇，再顾今生乐眠。大人，请说。先生，讲过几次，你要小心了。明去人帮我旅店苦王小儿苦人遭到，我已去过我养路，那店小儿早在3年前被张堂滚出了店门。你再去人帮自认自认，或需要找到王小儿的下落。是女儿。老张，你因何在此地？你是张堂，你玩我女儿，你玩我女儿！老张，清醒。老爸，我们不是张堂，我们是引路之人。你是岳林，你是夫太，你们为什么不争我的场子？为什么又把我当成死去？我来呀！老张，我们送你回家去。家？哼！你们生我诬告长大，将我关了3年监牢，早随夫家苦归喽。老张，你既有满腹冤仇，我们替你伸冤报仇。伸冤报仇？你们！总儿，你将他先带至顺堂安顿之后，再去寻访王小儿的下落。是。身亡谁生等修也是一样受来一样恨恨之恩见相尊君论少真无用欲当海苍生今日我身为人官长起梦上是郎影，那一年他临别之时身有孕，两边是今日定有小娇生。娘子啊，不知你今在何方地？不知你母子苦爱你。
百年是我度光阴，初思犹想心不定。我老太婆想想也伤心，九里上院把河边，深院个上子进衙门。谁知道官官相护不讲理，条条王法是空坟，有权有势能忘阴，平民百姓是冤难伸。我有思有想心有恨，为什么人没有报应叫上市官何文书，今朝官夸来县令，我做掌当报仇恩，害人地方好你在讲什么？哦，我拿了那张胡文书啦。胡文书，他在哪里呀？哎，胡文书啊，死了已经3年嘞。哦，妈妈，神几时你因何杀他呀？哦，今朝啊是一个3周年，那我特地买了5万肉啊，正赶着回家去呢。哦，妈妈，不知胡文书是你什么人？是我女婿呀。啊，女婿？跟胡文书有个妻子王兰英是我的乖女儿，跟胡文书也是我的女婿啦。对，哦，妈妈，不知你家在哪里？王兰英她可好啊？侬是啥人啊？这当天我乖女儿做啥？哦，妈妈，我是胡。哦，我想侬想法我好意。哎，妈妈，哎，妈妈，侬再要加个就算不听啊，我就要罚他汽车哦。呀，妈妈，哎呀，那都来啦！呀，妈妈，你买完菜要回去了。哎，今朝是咱吴继富3周年，我特地买了5万肉，我正赶着回家去呢，我走了啊！哎，妈妈最好，再会啊！妈妈，哎，你这位先生，这个养妈妈做什么？方才听妈妈言道，今日是胡文书做3周年，故而想当听。你这胡文书什么人？你当听他做什么？看他不怀好意，我们不要理他，还是走吧。哦，众位大姐，哦，我与胡文秀乃是同窗好友，数年不见，不想他已经去世了。今日记着他做3周年，我要到他灵前一吊，以表过交之意。你要去祭灵？看他身为老人，那就让他去祭灵吧。好，那么你先听了。这真是王金一步，苦心
苍口高来快不及，哦有了，别块石头就快得轻。分手举目向南望，只见一间小草房，小小城内草上把泼墨教育分两旁，塞子裙下炉中茶，荤素菜肴做上房。一碗白香红灯天堂药，第二碗又见鱼儿破冰香，第三碗香人蘑菇炖豆腐，第四碗白菜香桂炒千张，第五碗姜烧胡桃牛又牛，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八碗一碗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哎呀快起来，古人为我做39年，过日你娘子心里伤。西外景，随空明白草房进，不与我来泪奔
为民是爱则非亲，啥时此刻将其人定在乃末养家人，凡有风声在侧话，被张当知道有了，真的就是不神。我前人来满乡人，文书全做很心神，好在是我前下了一份命，待等到四恰十子这夫妻神。保证我情愿分身碎骨也还笑容，如今我身为情我与君命，报仇先能成功，那是夫妻从容，举天人其乐融融。想当初隐隐相随不离分，到如今只有你领队将我伴。谈起儿年幼未成成，到我这才能去生缘。官人
囡啊，非要哭嘞，要哭死他个呀！可小等等嘛，只有个点点个多。再讲，俺女婿的元帅还没报嘞。官人，我看啊，还是把这个零八烧掉一算子。妈妈不要杀，干嘛侬非要哭？哦，官人创造往事，高唱不正，如今元帅为报，叫我真不伤心。阿囡呀，当我平常来都听侬讲呀，这女婿长得嘞是天庭宝马，地国方圆，我哪个为年纪轻轻就死了呢？再讲3年前，俺只看见女婿的文呆，没看见死水呀。我看啊，我还没死嘞，我还没死嘞吗？哎，啥有算命先生来呀？俺的女婿算算命看。多谢你莫关心。哎呦，阿娘啊，跟俺进去吃饭去。哎呀，吃饭去。娘子苏醒，只可生本须责任放了心。娘家母女都在娘，故然是代代来世亲生。娘妈妈一番劝慰心良苦，说道是我要替文秀来算命。算命？哎呀，好啊！倒不是将计就计，把气为。明日里我再到上月来叫水阿明。闹声喧，伤心人儿心更酸。为的我9里上元大生我，每日里见此花都比从此破，因夕阳家人两说，生死关照来早看。母子万句心不暖，再是想起关人泪确实山在难渡过50里不开无云，心成远。
吉凶祸福能了定，算得正来再不在，算不正来不要命。先生自称算得灵，请他与官人算命。家道平安实难渡，哪有阴间来算啊命？声声高叫无人应，不见杨家与同人，来到来迎未听见，来到家中无有人。我想起了杨家家道病，莫非是无有银钱来算命？我本是京都出来王先生，得到黑人杨明，大户人家叫算命，民警要收不了人，中等人家叫算命，对茶对饭对点心，贫穷人家叫算命，不要银子不好分。倘若家中有小儿，先生我要送礼金，到天洞里面试问，送进小儿马高兵。大人，唐先生年纪轻，这流言蜚语我怎难听？声声高叫无人应，高叫文秀心不定。难道我今日须知音？你昨天不是说要替我这封算算命吗？是啊，你莫那位先生也道贫穷人家算命不要银钱，还有懂点啊，还能算成冤枉大事啊？有假？
好个算命先生啊！哎呀，这真是来得巧，来得好！定金啊，快去叫先生进来。喂，算命先生，我们家要算命。来了来了，哎呦，来这来这。先生，有点面熟。妈妈，我出自算命最难唱播，这黑人嘛，我还是第一次来。哦，我还是第一次来呀。妈妈一定认错了，他认错罪哦。认错罪。哎呀，定金啊，快把袋子搬上来呀。定金啊，再去土当一只来啊。先生，哎呀，弄熟，我啦，再去多杯茶来哦。哎呀，不要客气个。哎呀，弄个茶啦。我到来这。哦哟，这哪能到了这么晚个啦？先生，吃茶。妈妈，你要算的是男命还是女命？男命。请报时辰八字。哎呀，赶我去问来，先生，赶我去问来了哦。阿奶啊，侬上夫的时辰八字要报来呀。丁卯年癸卯月丙申日辛卯时。哦，晓得在啦。哦，哎呀，先生，我问来在啦。那个是，哎呀，丁卯年癸卯月丙什么？丙。先生。我再去问来了。丙申日辛卯时。哎呀，对个呀！先生，刚侬要详详细细、老老实实个算来好。算不成啊，瞧你的走吧。妈妈，我一不本家，二不本人，照明日算。妈妈听到，祖上内命二十一，命里规定失踪。是里人家常贤人，出生原是贵家子，父母爱他长长身，上无兄来下无弟，他个无姐夫妹道应。6岁不管看，7岁8岁上院门，9岁10岁有文昌官，11人到年，12岁到17岁。哎呀，妈妈做啥了？17岁上有在心，17岁明白天高心，无风起浪
刚刚说的啦，把我乖女儿讲的是一式一样啦。哎呦，妈妈，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哦。那么后来有哪个讨你？哎，后来又怎么样呢？哦，对我说嘞。哦，对不起，对不起哦。17岁到18岁，哎呀，妈妈，有哪个啦？18岁有梦大难行，老友自在飞来红，生命官司家在身，名望小人爱上。手却海远命难成，那秋思的官外号啊，是外号啊，你那是外号？因为有逢贵人心，贵人相聚得容生人18古曲19层。多醉青龙交好运，今夜正当20一，金榜得中做公卿，莫下夫妻苦相为，苦尽从愿得婚庆。我女婿死了3年整，哪有生死再复生？敲他吧！不要敲，不要敲！妈妈，你们谁的不相信？子民说来一定真，他命中实在不该死，莫轻怀在世上人。哎呀，又口醉了。哎，先生，弄做啥啦？哦，妈妈，里面是谁在的可？是我乖女儿啦。不瞒先生讲，刚刚说的我名啊，就是那个乖女婿。哎，冤枉死啦，都有3年嘞。妈妈，既有冤枉，因我不去申冤告状。哎，不地高上高也怕，比起高上我气呀杀。我母女几次去喊冤，难得长当全是大，这冤呀妇呀我先告别啊，这都是一道蛮子官车呀。就在往上告啥？先生，我往那到啥个地方去告？妈妈。
县王大人当真是个清官，你们去考上一定能考得正。好，定金啊，跟俺到真的要去试一试嘞，去试一试。哎呀，这一日队长到啥个地方去下上子嘞？上子我为谁呀？啊，先生还会下上？哎呀，给秦先生听俺下一章嘞。好好好。哎呀，定金啊，快去拿纸笔来。啊，不用，我这里有。哎呀，定金啊，快去先上他被正当所谓这冤枉嘛，刚才说明都已经算出来了。三层老树冤人，字里行间血泪淋，我是写上子是神人。明日里定交日子佛法令。一定好妈妈辛苦啊，好个好个。哎呀，定金啊，如今去把那蓝印这点框框写的对不对了啊？先生，家国县王大人当真是个清官，亲自作为明事经，故事完铁面无私。妈妈放心就是。好，要是俺上次高正，俺女婿生了冤枉，跟俺一定要好好干。妈妈，哦，吓得弄醉啦！妈，姐姐说上次写的真好，先生先生辛苦了。是呀，或者我们家没有衔接他，那我这突然留下这孩子，就送给先生吧。孩子？哎呀，还是我个乖女儿想得最到啦。先生，俺屋里穷，没铜钿好不弄。不用，跟你问有啥孩子，是送给先生。不用，送给先生啊！多谢妈妈。哎呀，不要客气，给我一点点小意思了啊！先生，孩子落特在，妈妈，这孩子我手下一只，还有一只是留在这里，这是做啥啦？日后孩子认得夫妻相会。妈，啥叫夫妻相会啦？刚说服老实个啦。毕竟啊，我们追。阿诺，做啥啦？先生你，哎呀，追了。阿诺，这嗓子吓得不得了。这好像是我官身的笔记。哎呀，定金啊！把把子收回来。请安红天将我请，自告其昂坐上宾。相信银票可人带在身上，大爷三不的银票已带在身上。好，新官大臣到。师兄王大人若生正当之相有你，本院也有一礼，小的可见是王大人罢了。王大人为国本部一路之上辛苦了，为国为民干的辛苦二事。这郭大人好像有些面熟，是有些面熟。王大人以往可曾来过黑宁？本院是有省长进度送礼来过江龙。
不知今日想要有此教，本院孟子人问抽到黑人，凡事有不到之处，万请张师兄各外招引。他身上有为难之处，有甚心里走前吧。禀大人，有人激动党火，尽管激动党鼓。王大人功夫在身，有甚告示，且慢。张师兄，下官专人想要岂有怠慢师兄之礼，就请张师兄同下官一同升堂礼。有甚不过，师兄不必客气。来，升堂是升堂。圣上至上来，是。告上人王兰英上告本人恶霸张堂。见识其心，越转兰英是什么相夜夜无福，黑宁愿滚滚相无团长王法，将无福我却当人造，越这一回越中夺死无福，小夫人圣愿山寨生死无门，上启青天大人动出救命边塞在上告上告大圣圣冤张师兄，这子王受审，可是神也。大人，相约生乃是读书之人，观望之后，一向奉公守法，安分守己，岂会做出此事？听是调务一言无告，一言无告的，王大人安利门噻，上堂设置。见过大人，三顾一报是。见过大人，三顾一报是。放心，把我的长子身上是。你飘。方大人明察秋毫，本院不是3年之间团长王府的黑泥院当之亲。请听大人冤枉。正当最后说不清，请天大圣大冤声。张的
神证据在你造事不造，偏偏只是难以作证，我无谁可造，无谁可造，这300两纹银何用？这你再来仔细看看本院是谁？我就是3年之间，你还不死的胡粉星！我无生理病故，既无当朝害事，你管把我怎么样？妄自犯法，私命动人，我身为刑案执法司法胡粉星！你冒名顶替的公啊民，犯下欺君贼贼情，一封快速进京城，官叫你丢官下dân，难保命。来呀！有，将张当支部推出来斩。是。